也那土耳其伫拜一的时是对我表示，因针对叙利亚也个伊拉克的北部的攻击行动，已经有灭掉26个库德族的武装分子。因为伫顶礼拜土耳其的部队伫伊拉克北部去拄着攻击行动，所以因才会展开报复行动。 伫叙利亚东北部，库德族居民占大部分的卡米什利区，这栋厝被轰炸捣毁，这是土耳其发动报复攻击。拆除被这空袭之下，其中一个所在，库德族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言人夏米表示，包括2个俘虏在内，所有兵员伫土耳其空袭当中死亡。 安卡拉表示，初步调查至少26个武装分子伫空袭当中被消灭。这是对顶礼拜六伫伊拉克北部库德工人党发动攻击造成家己12个士兵阵亡事件回应。消息人士也指出，警方也伫新库德的国会第3大党人民民主党伫东南部迪亚巴克尔省的一场活动当中，掠52个人。相关行动互人民民主党谴责是政治操作。库德工人党1984年反抗土耳其双方冲突数十年。 库德工人党被土耳其、美国甲欧盟等认定是恐怖组织。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资料，2023年土耳其伫叙利亚东北部发动118摆攻击，造成94人死亡。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。